大家好，我係2B 班嘅陳嘉誠。今日有個同學問我今年國慶週嘅主題中國古代科技發展係啲乜嘢喎？樂於學習、熱愛生命嘅我，經過一輪自主學習之後，我就開心 share 俾大家聽啦。中華民族嘅科技活動有着悠久嘅歷史，曾經為人類發展作出巨大嘅貢獻。公元1世紀初期嘅西漢時期，中國人發明了造紙術。公元105年左右，中國科學家蔡倫又改進和提升咗造紙技術，從而使造紙技術在中國迅速推廣開來。公元3世紀左右，中國人發明咗瓷器。這一技術喺11世紀傳到波斯，由那裏經阿拉伯於1470年左右傳到意大利以及整個歐洲。到咗唐朝，中國科學家發明咗火藥，並在公元9世紀首次將其用於戰爭之中。喺11世紀中嘅宋朝，中國科學家發明嘅指南針同活字印刷技術得到廣泛嘅應用。15世紀中期，中國醫學家李時珍所編著嘅《本草綱目》，成為中國古代醫學發展嘅集大成者。到此時為止，中國古代科學嘅發展到達了頂峰時期，4大發明已經先後登上了歷史舞台。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認為，中國喺3世紀至17世紀之間，保持一個西方望塵莫及嘅科學知識水平。西方許多嘅科技所應用嘅科學都嚟自中國，所以話中國真係一個發明嘅國度。